括圣人。圣人若无了解，天地之道，伊若无去，伊若毋是天地之行者，伊要如何来讲出这物？但是这物就是看圣人的地位、圣人的体悟，咱到底我要去体会这物件。所以这段我进行模式就是讲天地，要讲道，要讲圣人。在天地有久无？天地天长地久，就是因为天地天长地久，久特定，伊个是有形无质，是有远，是无时间空间的限制。天地之间，圣人之间同款。那么伊有远啊，成就了地土好，天的道理。所以土好高原，当然对了，按地形无限。所以这段话就是要先话了解讲，道的运行无限，天地的运行无限，圣人之道在天地间嘛是永远是无限。那么圣人伊要动天地之道，有啥物？就是个人效法，互咱去体会天地之道，去效法天地之道之行。啊，是讲，咱敢看，敢知，咱无去效法，就失去圣人咱讲这个道理。咱讲这个道理，所以咱若讲有啥物圣人，伊观天之道，执天之理，圣人伊看到天地之道，伊会去效法去实行天地之道。那么透过伊的体会，要讲互咱知影，希望咱会当去体会，甚至去效法天的不息、天的悠久、天的保护、天的道理。所以一般来讲，这里面的君主以自然不息，地势分，君主以和待物。天行是保健的，是无息的。这个君主人看到天地。啊！你想要效法，爱家己自强不息。所以咱自己爱自强不息，咱自己无坚强，无人这样坚强。家己爱注意自强，咱家己爱徛起来。咱若家己若无徛起来，别人袂使咱徛起来。咱自己无坚强，别人袂使咱坚强。家己爱自动自发。